头上有一个引流管，我现在仰赖这一个东西活着。因为在2021年的年底，我打了疫苗1个月后，突然间脑血管动脉瘤破裂，差点死掉。对，然后脑溢血的人应该全部都会伴随着水脑症这样的一个后遗症，就是脑部就是有血流出来了以后，脑部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排水，就需要靠引流管，就是帮忙每天把需要排掉的水排去胃部，这样才可以活着，不然的话会积水，积水就会晕，然后就会昏迷，然后就会死掉。对，我这条命是台湾捡回来的啊，真的。哇，刚刚他發生案胎给那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状况？是昏迷还是？我记得我那一天本来中午有一个表演，然后我早上起来准备好了之后，还想说在家里暖嗓一下，结果一飙了一个高音，就感觉到后面有一个就是放开的，就是它就是爆裂。然后非常痛，那个痛没有办法忍受，因为有点像脑部被剁成肉酱那种痛。然后我就赶紧量血压，220，哇，不得了了！我想说怎么办？我休息一下看会不会好一点。结果我开始呼吸困难，我想说完蛋了，连呼吸都不行，我还是赶快叫救护车。然后真的很感谢我们社区的同仁帮忙。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台湾的整个医疗体系非常的完善，非常专业，所以我就这样被救回来了。而且你知道更感动的是，那时是疫情时期，像我们什么歌唱老师、歌手，其实是完全没有活动、没有收入的。所以我自己的银行已经见底了，我哪有钱医什么病？可是我都还来不及有机会跟任何人说我需要钱的时候，因为我正在昏迷，然后我的学生就感觉到我可能会没有钱，他们就自发性的去筹款。所以很有趣的是，本来银行见底了嘛，然后昏迷了1天半，醒来的时候，我怎么里面多了20-30万？对，就让我医病。所以像这一条也是大家送我珍贵的礼物，这条要10万块。